學生團體學民思潮聯同多個政黨同團體超過170人，要求教育局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。有遊行人士話，課程純粹灌輸單一價值觀，有洗腦之嫌，希望政府以其他方法訓練學生批判思維。有通識科老師批評教育局喺3年後就推行國民教育係過於倉促，質疑呢個係政治任務。遊行隊伍喺銅鑼灣東角道出發，沿軒尼詩道前往政府總部。佢哋到達政府總部後，踩爆一啲紅色氣球，寓意反對國民教育染紅本港教育。其後又唱歌表達不滿。如果學習能選擇，現在把洗腦切下，使得我們並變過化難。在未來否怕，讓我思考我判別，使得我們仍舊可抒發。大會話，如果政府唔撤回有關課程，唔排除會發起更激烈嘅抗議行動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